南韩的釜山航空呢，那像就是因为飞行机顶的行动电源导火，所以百外人是赶紧去逃生。即马为着飞行的安全，咱中央航空也来宣布，3月初1开始，在飞行机顶是全程禁止使用行动电源甲锂电池。这台消防车呢是来到现场，赶紧来拍火。伫今年1月，这南韩釜山航空的飞行机，伫起飞进前是熊熊导火，100多人呢是赶紧来逃生。这原因呢，就是旅客的行动电源去上过小，唔才会引起这场意外。即马为着要来确保这个飞行的安全，所以咱的中央航空自3月开始呢，这飞行机顶是全面禁止使用行动电源甲锂电池。也来星宇航空也有台湾虎航，除了规定爱随身载的，伫飞行机底嘛是共款袂当使用的。另外，中华航空目前是建议旅客千万唔通使用。